九叔，对不起，我去不了京城了。杀了他！幸亏我赶来的及时，要不然姑娘成了崖下之鬼。杀了他们！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？要是早出现，九叔就不会死了。很危险，他们都在找你。我要去找九叔。我要是没找到九叔，他会被山林里的野狗吃掉的。你冷静一点。我去帮你找。外面太危险了，你现在出去只有送死。我一个人带你出去不方便，你就待在这里，等我找到你九叔的遗体，我就回来。仔细搜，我不相信他轻功那么好，带着人还能逃跑，肯定还在这附近。
乞丐好像不在他身边，你们两个留下来继续找，其他人给我追。诺。过来，进去看看。好。追，走。求主死了，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。走，阿华。走，去那边。怎么办，阿黄？整个西州府都有追杀咱们的人，城门也有人把守，该怎么办呢？你们都小心点，千万别洒了。好，千万别洒了啊！管家，阿黄，那些人应该不会找到药灵庄来，一会儿就看你的了啊！平常多，尽量让他们每个人都吃到。哎，老夫人，您放心。去。嘿，哟，这哪来那么条野狗啊？啊！阿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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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走！怎么了，阿黄？来的乞丐，走。等一下，阿黄，阿黄，你怎么了？小姑娘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？老夫人，哎，请你要救救我们呐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夫人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要闯进来的。前几日，和我相依为命的九叔过世了，我带着阿黄在街边乞讨，却总是被其他恶乞丐欺负。我们是为了躲避他们的追打，迫不得已才钻狗洞进来的。阿娘，阿娘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阿娘！你怎么会这么叫他呢？老夫人，我从小吃不饱，穿不暖。若不是我的狗阿娘用她的狗奶喂饱我根本活不到今天的。求求您大发慈悲，让我阿娘在您药灵庄里看家护院吧。她很乖的，也不挑食，您只要给她一顿饱饭就行了。求求您，求求您救救我的狗阿娘！求求您。他就是之前来求药的，看样子也是个有孝心的人呐。姑娘，起来。哎呀，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有我老夫人一口饭吃，就不会饿着你们。管家，去看看府里还有什么地方，安排他们住下，给他们准备饭菜。谢谢您了，老夫人，谢谢您，老夫人大恩大德，大慈大悲，不弃一定给您供长生位，为您做牛做马报答您，谢谢，谢谢。
你就住在这儿，我们耀灵庄可不养闲人。明天我给你找点活干。至于老夫人说的饭菜，你听听就好，别太当真，啊，自己弄点东西吃吧。不气明白，能有地方住，有东西吃，不气已经很知足了。谢谢管家。咦，哎呀，阿黄，你真厉害。我们暂时在这儿休息，等到天黑再去山洞。也不知道连一客到底找到九叔了没有，不晓得他是不是还在山洞里等我。大小姐，你派人立刻去趟衙门，增加悬赏，缉拿连一客，让县令全城搜捕他。全城搜捕。大小姐，连一客还在城里吗？连一客屡屡坏我的好事，还抢了我要杀的人。我的人一直守在城门口，他们肯定还没有出西州府。我要你重金悬赏，把他给逼出来。还有，给我查一个乞丐，查出他经常在哪些地方休息。乞丐？是我。连一客大哥，你找到我九叔了吗？找到了，我已将他安葬，请随我来。我对不起你。
九叔，我之后会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了。你在天上好好的，下辈子记得投胎当有钱人，不要再当乞丐了。你真的不适合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京城。你要保佑我，一切顺顺利利的。多谢莲一客大哥出手相救，还帮我找到九叔。可惜不弃现在只是一个乞丐，还要进京寻亲，暂时不能报答您了。若是之后在京城遇到，不弃一定会报答您的。若是不能，不弃愿来世为大哥做牛做马。姑娘别这么说，我看那帮黑衣人的身手和招数，和那帮劫药商的人非常相像，很有可能是同一伙人。这场祸，估计是因我而起，是我害了你们。可我听九叔和他们的谈话，他们好像一直就是在追杀我们啊。也许那批抢劫药商的以前跟九叔有仇，一直追杀你们。是啊。为什么？这九叔没有告诉我。那姑娘以后还有什么打算？九叔跟我说，他在京城里有亲戚，让我去找他。可是那群黑衣人一直守在城门口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出得去。不过我想到了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搭那个狗屁陈公子的车。那个公子啊，看起来比林老爷还有权势，我想他们应该不敢查他的车。狗屁陈公子？就是一个极度自私、自大、嚣张、讨厌的人。和大哥您比起来，简直天上地下。若非不得已，打死我也不愿意跟他同行。看来是他惹了这位姑娘。在姑娘心里，他这么差劲吗？何止差劲啊！林一客大哥，你是没见过他，你要是见到他，肯定扇他2巴掌。什么人嘛，明明有2颗药，就不肯分给我1颗，一副轻薄的样子，脑袋也不怎么灵光。林一客大哥，你跟他相比啊，你比他好1万倍。既然有人陪姑娘去京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告辞。哎，林一客大哥，这样就走了？九叔，我也要走了。我会在药灵庄先暂住几天，然后再看看那个狗屁陈公子什么时候出发。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顺利去京城的，相信我。少爷，查清楚了吗？是的，我来西州府的时候，父王曾经告诉过我，薛飞是一个被叫朱华的人劫走的。那小乞丐被人追杀，死的那个应该就是朱华。被人追杀？那郡主呢？少爷没有把他带回来吗？怎么，这么快就要郡主了？我是不会同意他进王府的。你以后要是再敢在父王面前多嘴，我绝饶不了你。少爷，我嘴最严了。账目查得怎么样了？哦，账目没问题。想从这个方向调查药灵庄，恐怕是行不通了。药灵庄和那帮黑衣人肯定有关联，要不然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缉拿连一客。肯定是知道连一客尚在西州府内，知道这一消息的人也就只有那帮黑衣人。只是药灵庄为什么要惹飞云宝呢？
敢惹4大家族之一的飞云堡，难道是其他3大家族？阿黄，睡醒了。花不弃，你一大早死哪儿去了啊？我说过，药灵庄不养闲人。快，把丫鬟衣服换上，跟我到前院干活去。诺。去换桶水去。不就是几件衣服而已嘛，我会洗干净的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别让美人等了。请。见过四小姐。你就是昨天祖母收留的那个小乞丐？是的，四小姐。你不是那天在客栈里说有了陈公子孩子的女人吗？被陈公子抛弃了？也难怪，谁会要一个喝过狗奶的女人呢？放肆！小小年纪，跟谁学的满嘴脏话？爹，你瞪我干嘛？这话是他讲的，又不是我讲的。他就是昨天祖母收留的那个喝过狗奶的乞丐。整个西州府现在谁不知道，他连狗奶都能喝。还说？没事的，老爷，我被人说习惯了。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。你既然进了药灵庄，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眼熟啊？回老爷，前几日我闯进过庄里，向您求过回春丹，不过我那时候脸上脏兮兮的，可能是因为这样，老爷就觉得眼熟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那你去吧，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。诺。野丫头。哎，丹莎，你怎么还在府上？今天怎么没有去陪陈公子啊？爹，那个陈公子他就是个好色之徒，我不想陪他。我让你陪就有陪的道理，赶快去，不要让陈公子等久了。去吧。爹，这是这个月的账目，你过目一下。爹，你怎么会有这张画像？你看看他，像不像刚才那个丫鬟？确实是有8分相似。明月山庄正在找这个丫头，我得马上向他们禀报。哎，爹，不可以告诉明月山庄。这2天，一直有人拿着这张画像在到处找人，传言说是找七王爷失散多年的女儿。这如果传言属实的话，那明月山庄真是疯了，连七王爷的女儿都敢杀。若是我们把她交给他们，那日后七王爷查起来，我们药灵庄是死1万次都不够的。明月山庄心狠手辣，不告诉他恐怕……爹，您不觉得这是我们药灵庄摆脱明月山庄一次绝好的机会吗？您想一想，如果她真是七王爷的女儿，那我们日后把她交给七王爷，不就等同于攀上七王爷这根高枝了吗？日后还怕什么明月山庄啊？吩咐下去，让花不弃进内院，派2个人看着他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，以免节外生枝。这是关系到药灵庄的生和死啊！哎，不气，
哎，管家，哎，走，跟我去翠英园。去翠英园干嘛？你以后啊就住翠英园了，老爷把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。这么快就给我换差事了？哎，走。啊，挺重的。你看啊，这个花园呢都是四小姐自己打理的。啊，我会好好照看的。哎，这些都有下人照看，你就别操心了。那我。怎么样啊？美。哎，那是阿黄的地方。你看这房间布置的，可还满意啊？我会好好整理的。哎，我是说这个房间是你的了。我可住不得这样的屋子啊！老夫人好心收留我，不济只得兢兢业业的干活，以报答老夫人的恩德。怎么能住这么好的屋子啊？哎呦，小姐，您可别这么说，这些呀都是老爷的意思，您就安心住下吧。老爷，哎，绿儿、红儿见过小姐。我不是小姐，我不是小姐。红儿、绿儿他们都是懂礼数的人，老爷看您身边没人照顾，拨了他俩来伺候您。红儿、绿儿，来，快伺候小姐把衣服换上啊！诺。不，等，管家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小姐，这衣服啊是老爷精心为您准备的，您就换上吧，老爷会给您说明的。坏了！我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该不会是林王爷看上我了，要让我给他做小的？小姐，美极了。小姐，您稍作休息啊，我去禀告老爷。哎呀！看来这林府也待不下去了，我得尽快找个机会逃出去。这小乞丐怎么还没来？不会又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林小姐，陈公子。哦，本公子在等一个人，就先不出去玩了。辛苦林小姐白跑一趟。公子要等的，难道是昨天在公子房间里的那位姑娘？她是公子什么人啊？什么人也不是。本公子等的并不是她。我就说嘛，那个喝狗奶的。啊，公子恕罪，那乞丐的称号不是丹砂所取。昨日祖母收留了一个乞丐，自称是喝过狗奶的，丹砂才会脱口而出。他跟本公子没有任何关系。至于他叫什么，本公子并不关心。是丹砂唐突了。那既然今日公子没有游玩的兴致，那丹砂就不打扰了。那花不弃进了药灵庄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我今晚再去药灵庄。被老夫人收留的人在哪儿？在后院。
小姐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吓死人了！走路怎么都没声啊？小姐，这么晚你要去哪儿？哦，我突然想起了我在后院有些东西没拿，反正也睡不着，就顺便去拿一下。那我们陪你去拿吧。不用了，东西又不多。小姐不用客气，服侍小姐是我们做奴婢的本分，小姐就不要推辞了，要不然老爷知道我们怠慢了小姐，一定会惩罚我们的。那好吧。都给我上！抓住连衣客有赏！跟这么近，难道林老爷知道我想跑？得想个办法摆脱他们才行。快走！多谢。分头追，别让连衣客跑了！诺。连衣客，接着。越乱我越容易逃跑。
阿黄，对不起，我还是不敢杀人，不能为你报仇，你可别怪我。九叔，阿黄觉得你在下面太寂寞了，下去陪你了。你们都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。你们放心，我会好好活下去的。我一定会去京城，找到朱先生。阿黄，再见。